今日从古到到今，爱手机的故事非常的特别。地点就伫苗栗的三湾，那边有一条相思古道，古道顺巷有一户乡村的人家，三台做茶，两下替三台接班，佢哋呢爱本老茶叶继续飘向下去。一只地方係我爸爸、我公還有我三年有一隻共同回憶嘅地方。我有時候講，一老人家傳本安尼嘅東西，都安尼一台人冇睇咧，哎呀，我驚我要對唔起我公。其實台北的便利性有時候對我而言呐，我個人啊，會總是一種壓力。那回到鄉下，雖然事情也很多，可是忙的時候，你卻是有一種成就感。你有咩固定嘅程度？而咩講，到老輩因為做閒嘅拼人咧，不如講將來自家屋下打拼做好做壞，其實全部做係你自家嘅。夜市嘅主人就會對台北轉到家鄉打拼嘅陳友寬兩公婆，陳福世世代代就帶到三灣嘅雲河山水庫順巷。陳福嘅茶葉咪喺水庫邊巷，相思古道就會陳福留茶葉送去頭份嘅重要通道。順藤線索，假如潛到陳福了，則然一門。天天呢就把一條木玫瑰花廊道想到了。哇塞，其實也係你台灣當少見的木玫瑰花廊道。哦，木玫瑰花廊道哦，這全長係差唔多200公尺。你看深邃啦，這暗用的哈，還有睇啲啊松家，哎呦，同你看起來經營嘅綠色隧道誒哈。其實也唔係講一開始就起好嘅啦，也係我都特別進來，我同我爸爸親屬攏是起來嘅，也所有嘅你都會看到，也專梯內還有也加嘅，還有種也木玫瑰花。唔到台灣撇啲地方讓人做錢喎，因為也200公尺，也唔係講20公尺天天啦，也不能行要做啲健身，要做啲流汗。我哋行到較低度啦吼，玫瑰愛低啦，佢木玫瑰愛真嘅唔低咧。因為也木玫瑰花佢一般佢都開花嘅時間係黃色咧，佢開剔以後，慢慢的佢自家會變到講像樹頭嘅色。木頭色，它變成木頭色之後，它整個開始變成乾燥的。它的花苞裡面有它的種子在，它的種子放到土裡面大概半年左右的一個時間，它就可以爬滿整個這個棚架。真勁。所以其實也沒本來想到，你客家人的精神，移民也講，你客家人係親有講生命力、熱情的，就像木玫瑰花一樣的，不管生長在什麼樣子的環境，它都能夠蓬勃發展，它並不會因為地形資源的一個受限，對，就像你客家人的精神，不管多哪一隻山頭，你都要變出來。木玫瑰，老外客家人硬剛的精神啦，強勇，觀眾朋友，睇下真係你後生人啦，做得講出愛用的花啊，那有一天有青島的故事我好問一下好了哈。要看真見前後生，民國72年時。老家園平道社，啲台北呢做布嘅買賣。30年前轉到老屋來接班。佢講頭擺阿公有錢嘅時節，本來想啲頭份市買地。兩面阿婆講，客家人係你應該要有土地來耕種。故說阿公就喺一邊買嘅山呢，開始陳木做茶嘅事業。其實你要轉來對我來說其實下這個決定非常的不容易。我每次賭到一張，佢買地保一下買陝西夫。哇，陝西夫啊4個億現金，佢冇太快。哇塞，嚇死人啊！其實我相當久嘅，因為一隻地方也所有看到嘅，也土地全部係我公司就傳俾我爸。其實都也1-2年，因為我爸爸嘅身體沒冇講清好啦，而且我想講唔可以做嘅，只想講用一隻地方可以買提起一條事情全部就天天呢就印飛上，回憶都湧上來，回憶都湧上來。因為從細我就同阿公向下成發，不管做山西還是做茶，還是其他所有對茶葉嘅相關的知識，包括一些做人處事嘅道理，全部都係阿公教本來嘅。其實我相當久嘅，因為一隻地方係我爸爸、我公還有我
吼三山有一只共同回忆的地方。冇错冇错。我想也唔摕去，用外姜啊，要对唔起外公。哦，嘿，啊，其实你看鸦片也人道啊，好，包括这边所有的一个花花草草啊，全部都会外龙阿爸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建制起来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考验呐。移民来到台北的时间，赚钱是相对是比较容易，因为对我来说哈，其实下这个决定非常的不容易。有群讲，就对佢唔點用嗰陣嘅時節，夾本樣嘅話，老佢點上了。夾嘅本樣老佢講，呢個冇在你接班，全部做茶嘅事業就會談到夾嘢台嘅。韓國呢，愛佢眼光看嘢，冇把眼前嘅利益就吃到滿足嘅。就按樣，佢老夾本樣辭退工作，轉去接班，夾把咪將冇留意嘅山呢埋汰。其實吼，亞條路吼，安尼行出去做伙接到相思步道嘅片，吼，要做咧行到苗五線，哦，苗五線啊，鴉片吼，安尼後尾也就方向吼，做伙安尼嘅水庫，永佛山水庫啊，我媽媽做伙也永佛山水庫地部嘅存在。永佛山水庫啊，吼，今年清江清泛啊，行嘅步道嘅時節哈，有看到一小角，哦，這個感覺經營清好。係啊，因為吼，也永佛山水庫係供應安尼苗栗嘅人吼，食水嘅水，佢同面的水庫較無共樣，面的水庫係灌溉用嘅。灌溉。所以講政府啦吼，還有安尼鴉片的村民，也特別保護鴉片的生態資源，哦，還有它的一個土壤環境這一些。哦。所以說客家人吼，其實咩親手用農藥，大部分咩係用自然耕作啦。因為鴉片呢，就位在永和山水庫嘅水源地，故所產出嘅茶葉全部都係有機嘅。佢講爭轉來嘅時節，阿爸為到愛探佢係咪做得食苦，就喺佢滅一嘅木玫瑰花廊道。佢講啊，真叫乜滅死喲！但喺遙控嘅故事過後呢，我哋啲嘅帶路之下，一步一步向相思故土來前進。哇，好漂亮啊！有看過鴉片係畫銅片係嘛？鴉片做喺畫銅片，也做喺安尼吼，可以過去苗栗嘅片嘅方向。哦，苗栗是那就方向。哦，那個方向。喺安尼可以出嘅3萬，到3萬嘅話，做喺到安尼啊，喺馬路鴉片吼，幾隻方向去3萬。3萬嘅片。3萬南莊。南莊。啊，出頭份啊，吼，係呢個可以頭份做喺行鴉片。哦。啊，我哋嘅上市布頭啊，吼，可以調分，不做上市布頭之鴉片。我行鴉片。哦，好啊，我接下落去啊。好啊，你壓落去啊。相思故土地在苗栗頭份嘅南行嘅江興里，留3萬永和村舊街嘅所在，全長3.5公里，係早期鴉片嘅先民運送民生物資、留火炭嘅重要通道。地去故土嘅路上，我就發現，有看屋下嘅地理地所色彩很好，看到非常嘅開揚。哎呦，有寬哥，還知道你那茶工廠條件啊，吼，按葵用啊，還有青島一個茶園子的地度係嘛？還有永和山水庫是哪一搭位嘅？永和山水庫吼，其實做喺多鴉片，哦，一隻方向下去，也規則嘅做喺永和山水庫，因偷到田分嘅片，哦啊，像看到啊，其實因為客家人全部唔係講帶青果山啊，全部係帶到愛山。愛山呢？啊，全部係一隻聚落啊，哦，到南莊，唔去南莊看咩係安樣，做一個有人帶嘅地方做幾搭嘅吼，全部有人帶，啊，其他做喺自家港中嘅山嘅安樣，哦，客家人都是比較會聚落在一起。鄉下的意思，冇錯，就親像我哋兩樣，鄉下，哦，客家人團結嘅意思啦，做喺團結。咁我第一我咪會帶你哋去看吼，嘅茶油籽，用一般嘅其他哦。飲茶油嘅有嘛無需要。哦，因為我打會帶你去看咧，迄果蔬嘅，哦，果蔬細粒子嘅。好啊。哦，今日你壓咗落去。好，加落去。來，小戴看一下。詳細看一下哦，壓吼，你看下蔬嘅蛋糕有乜嘅東西？看一下嘅。哦，發現到咧，你看咧一粒嘅。係冇。你看規薯條同啲香咧，嗬。啊，用啲油茶酥啊，嗬。也袂安尼是無法度做茶米用嘅。哦，真嘅咧，你看佢個看起來是
用肉咧啊吼，还蛮清盆，也有盆，有肉。其实因台湾有3只品种啦，第一只清好的，也营养价值清高的，做伙按用的，很多果蔬细粒子，因为伊迄3只品种底杯加茶籽迄清细粒的。哦，细粒的。嘿，还有加下酥的主枪一般都不看到的酥的。摘一下好嘛？好啊，做得啦。俺妈做的天炸系嘛？真紧细细粒的，丢丢炸的吼。嘿。哦，真系素蛋糕了。有大粒的，嘛有细粒的。也安尼做迄讲果蔬细粒种的，即嘛讲果蔬细粒种的，去加个酥的，像唔多都不看到的酥的用的，佢要印发印过。哦。有时都会中原人唔下注意讲佢发到东岸嘅冇必印发印过，因为话讲，这个要炸嘅时间难炸。所以佢顺头嘅安尼嘅酥块要嚟赖下来。要用东西挡到佢内方，比发下来，横向发展，唔免讲要比样印发印过越好，因为你印发印过越好唔会变到讲下摆你要炸嘅时间炸唔清，炸唔到，也熟成会较深，因为佢一年做嘅炸100天，哇，1年100，其实当年嘅双十节，双十节过后，双十节哦，刚开始炸，可以摘的时间有几长？跟唔做变到讲，唔可以看加个茶籽的熟成的程度。有的开始裂的枪叶已经烫熟的，佢逼开来。枪叶做迄迄一般，双十节过后很多苏档的安尼要先炸按用的。你双十节过后开始炸，都差不多安尼做炸1只半月。很久呢。但是你迄烫做炸的话，佢会有含油率的问题。含油率。一条路啊，有开乜嘅东西是卖啊，还有做乜嘅？所以也就有嘛，专门要开番薯啦，开蔬菜，我经过也路啦，停3条嘅样行路远啦。停3条嘅是。按用讲起来吼，那条路係超近路嘅意思冇？南行那台风隔街就一个开动蛋糕嘅路，来往嘅路啦。路条摆贤敏行的路，好。双十节过后开始炸，都差不多安尼做炸1只半月。很久呢。但是你迄烫做炸的话，佢会有含油率的问题。含油率。佢也茶籽大好的以后佢会有含油率高、含油率低嘅茶油，叫做品质的问题。用蛮宽啊。其实你爱看你就看佢有拉松咯。其实有拉松的话，含油率大部分就会较高。如果人家做唔得讲差不多头过1只半月到生意月，你怎来炸？露体咧啊？唔系露体，迄加个油打出来做磨豉，还要油出油胶。其实也当多人都会讲，你台湾爱用的果蔬细粒的，比橄榄油含啊高级。因为它的一个不饱和脂肪酸是有达到了82%。那82%呢？已经比很多最高级的橄榄油都还要高。真的，橄榄油大概70多，都大概在70几%，对嘛？也有到80%的。哇塞！但是为什么会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客家人的一个算是说恩赐啦？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成分含有非常微量的一个成分叫做角鲨烯。哇，角鲨烯啊！这个成分呢，它算是自然天然的一个东西，那它是会帮助人体去做一个消炎的一个作用。所以消炎。对，所以会有很多人就是说用这个苦茶油去做那个口腔油漱口，或者是说对胃的一个保养。那全部都是其实以前的人不知道，只知道说吃了这样子不会就是身体会健康舒服。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个研究。那大家就会发现说，这个角鲨烯的成分是一个很奥妙，会在这个茶籽里面找得到，是一个很奥妙的一个存在啦。那再来，为什么我觉得啦我们这个油茶酥啊中马讲它当珍贵，因为它居住在半山腰中间，它需要的是要有水分，要有一个云雾的那种
湿气，猛撒野，它要有一点湿气，那它长得也会很好。哦，那它一年它就只能采收一次，所以它等于是说，它采收完了之后，它又吸收了一年的一个天地日月的精华。对，没有错。所以你跟他说，好，这个东西绝对不会输给外国任何的一个油品啊或什么的，对，绝对不会输给外国任何的油品。一条油茶树，咪系陈福传统嘅事业，喺油群屋下留几百几条乡下种嘅。油群讲，阿百几屋下呢以浆茶油为主，几屋下就专门来做茶，没有生产少量嘅苦茶油。因为人数无拉，茶籽摘下来过后呢，就交俾合作嘅厂商来煎油，佢哋就负责调节控制茶籽嘅品质。哇，很多料片熟送的哈，某青豆茶啊，某青豆茶，因为呀，你去迄条路吼，迄以前你用火山人吼，佢不管种乜嘅，买乜嘅东西哦，出条分去卖，全部要行一条路。相思步道底下面迄都前面出条分叫做房桥。哦，这是条钱。以前一条路吼，大家都会行的时节啦，连呀用火山水库做还蛮油。用火山水库迄差不多都民国72年的时间这样种起来的。但是鸦片其实民国初的时间做当东很多鸦片带的。外台面迄带都鸦3档。用火山水库哪一个方向？也都按你后背也在方向，外带离开。好，来，离开。平台的用火山水库，我来平台。用火山水库。运火山水库就位在头份到3湾之间。民国69年通工，4年过后完工。你爱去上市古托之前，先来看运火山水库，还有佢特别嘅目的。因为有看实在挺后生嘅，对上市古托唔系真熟悉，故所呢是要请装备向下带路啦。哇塞，齐太哥，你不卡挑前嘅景色清讲啊！骗人来到两片，看到俩湖光山色，不会哇塞嘛？都是如果环境讲当好吧，你感觉冇嘛见。你带两位带清久嘞嘛？第一出世了。哎呦，莫怪你冇干工哎，你吃到俩清讲哎，你只带两位带几多年嘞？50年了。那两片啊吼，俺底下迄水库嘛吼，你迄个田啊吼，迄两片嘛，带下俩迄年田嘛。也还是咩个田带下有可能个水库带下还有年田。个做家下有冇70年家做水库还有车道6分啊。有6分的田子水库带下。比车道啦。比车道诶哈。当时那个政府有补助嘛，因为车道诶。跟用水有冇哈？嗰有种族头在补上边的田呀，就补田呀。俩下水库底度啊吼，俺底英国青岛诶，你有加资料片种也加是木造咯，也湿的水。用火山水库底度的水，迄本人湿的水啦，唔系给灌溉用的，故说俩种得种的。金子，有看过？俩真正就种得还去种的啊？因为呀吼，迄人家湿的水，做唔得，做唔得。哎呦！呀，因为政府吼管当严，做当限。一般人吼，唔是讲吼，所行船的水去种的，然后做嘛该吼。青色开始做6000开始，6000，比10多做6000开始，很贵哦。不过呢，讲到鸦片，我没有讲一件整齐的事情。来。佮以前你呀用火山地背吼，有一户人家想造，基做迄鸟讲，佮土地都水库地背。佮当时政府都会整肃个土地，要做水库用咩？冇错。整肃到后尾发现讲，目前好整肃诶。所以佮啲土地都冇整肃到，因为其地背有种干咩咩？其在航船的过去片杂干咩里头。一百分嘅水库管理局的人督导的。航船四船的。本人督导。哦哟。佮技术讲要发记，佢讲好啊。唔可以本来讲做得啦。佮唔做土地拢系买起来啊。佢当时还那个单位那个政府就走去澄清。讲做嘛，我的水库的做冇叫我冇俾整肃到。其实我买啊，政府冇钱嘞。要买冇买啊，我的田啊。没问题。哇塞！佮政府有冇钱，所以说有时候政府考量民情，体恤民意好的，就让它合法有船可以过去这样子。运火山水库嘅吨水量比明德水库大2倍。
除了供应美丽嘅头粉、竹南、草口了嘅铁器嘅用水以外，最严係供應到新竹嘅竹白鐵器，係苗栗境內非常重要嘅水庫。这做的如果要做那快法嘛，最后就讲嘛东西嘛，先养了就好了。哦，像以前要产业到养条个牛先养了有嘛哈，你就不来查。哦，有宽哥，原来啊吼，伊无写药呀，伊个茶叶无写药诶，係按用嘅原因係嘛？青苔部分咩係因為安樣啦，因為你都一隻山檔哦，港中嘅人啦，其實全部都挖到一隻水庫啦，雲浮山水庫啦。所以唔講哦，唔寫藥嘅寫下去，也幾多人愛食到唔寫啲藥嘅。這邊嚟講，大部分唔港中嘅東西哦，全部係用拍醋嘅，做係講無毒啦。一冇去影響到呢水庫嘅水嘅品質。觀眾朋友，地嘛街，底下吼俺新竹啊、竹北啊科學園區的科技新貴們啊，還有大家啊，是喺岸後嘅水那一片雷，用火山水庫啊，還有呢，俺哋大家吼同體之兩片保護俺哋嘅水源呐，要珍惜，好冇？還有啊，相思步道。相思步道來講有嘛哈？還有這個陽山面在過一個步道啦，以前日本時候嘅旅遊啦，西路嘅啦，還在過一個，如果有聽呢？按用啊吼，引突眼去啦，好啊，就沒有帶錯人啦。好，光哥，有權講，其實呢，無需要政府來禁止。這片嘅居民啊，都親有環保嘅意識，你會刺痛來維護水源體嘅環境。一個法令呢係防小人，模仿君子嘅。哦，有關，那做啲視察呢條路啊，吼，你有疏失嘛？有啦，唔講係冇講當只行啦，一邊一隻方向出去吼，做係頭份，跟有一隻大石頭到幾片做街，幾隻石頭過來一片做係3萬，過去幾片做係頭份，一條路係是當只有行到啦，唔過一條古道吼，因為時間太久嘅，也可能70、80年前嘅事情，也再冇係唐書真係有行到。其他個咧，冇其他個嘅。其他個有行過嘛？有，也確實都70、80年嘅老路，也變成相思步道嘅。哦，你講呢條老路啊，吼存在了70、80年以前就有咧，係嘛？哇，啊，呢條眼咧，查係做啲四 A 嘅路啊，吼，乜解時節有誒？也沒差唔多要30年做水庫咧，開始有做咧。哦，做水庫嘅時節啊，吼，水庫都裂下過咧。哦，差唔多民國71年嘅時節，這條路就開始在做。哦，這樣有誒，誒，路條擺啊，吼，呢條路路啊，吼，有開乜嘅東西是買，還有做乜嘅？所以也就有嘛，專門要開番薯啦，開蔬菜，我見過要路路啦，停3條嘅樣行路做嘢啦。哦，停3條嘅時節。啊，用講起來吼，呢條路係超近路嘅意思嘛，係嘛？就是行嘅總條跟總條之間最直嘅路，係按用講嘛。我去出頭也做得，我去南盤也做得。南盤那頭盤隔街都一隻開動彈過嘅路，來往嘅路啦。哦，路條擺鮮明行嘅路，哦嚇，唔止客家人咯，係嘛？係客家人，同意客家人就行嘅啦。哦，我按用講啊，吼，你細個嘅時節要開個東西是兩片高嘛。2把呢哦，來兩片檸檬啦，要檸。你看，檸檬按太一點，哦，還有刺誒，哈，有內的。有內的，我中意咯。觀眾朋友，給每一個人做個檸檬酸甘茶，原料只用這2顆，你說好不好？好啊，哈，清火按太呢，我分工。從面按太了的，你從給那個這個鹹蛋超人啊，那個木竹啊，有鹹蛋超人。干，俺係個檸檬茶超人。用講啊，吼，你細個嘅時節有開個東西是兩片高嘛？那有開過啦，7、8歲也是有開啦。天數啊，有天數開啦，開細但咩？聽日兩個要開頭灰，從嗰度翻嚟買啦。哦，就去嗰片做生意嘅意思啊，賣東西啦。係啦，即係做鴉片，後來嘛變咗相思鋪頭有嘛？嘿，
也在改过，以前都还在路路的奶路的有行的，也在改，这都也用3年的改过有嘛？也在地方这都你还在南行的里庄这片发展咱做的。哦，其几片做啊，然后做到2片落的，做了变成夹架啊，夹架啊，吼，其实负责啊几条个布头啊，吼，布头爱用做到好啊，吼，比如说两边的总条的人做得受惠。係啦，所以也邊人講，就算攞嚟行路嘅，按不頭嚟行路嘅嚟講咁嘛嗬。咁南行人也做嚟過嚟行，就意思講做嚟本時態冇空樣嘅咁嘛嗬。以前細路嘅，也改過大路嘅咁嘛，做就冇頭本日就行，其實做出嘢就葡萄樣嘅。哦，等下去行一下。好，來坐時光機咧，來，注意下。其他個啊，蛋糕係有乜解嘛？蛋糕哦，係啊，蛋糕要做在2天啊。誒，要咩做路家要嘛嗬？要做2天啊，比呢個行嘅要本日就掉啦。哦，我看個牌的蛋糕有寫個古茶體，落條擺有你這兩片蜂茶啊。這都你以前也有，有在春夜做在細嘅茶田要嘛嗬？哇塞！其他個兩片做得挺下嘛，我做得啦。我哋很強誒，這片下半係哪邊啊？一片我哋南行嘅這個要帶下咧。南行，一片係咁樣嘅條款，啊六處行，乜嘢行？六處行，六處行哦。如果我哋六處行，六處行，南行六處行條款，這就入我哋夾街啦，夾街地方，那3萬嘅就夾街。哦，安尼行到個兩檔咧。哦，據說按用看還是真可用啊！哦，其他講你啊路順條看到青島嘅詳細誒。如果你詳細啊？係啊，你詳細書啊？要詳細書。係啊，你條錢嘛係啊？免錢咪係啊？免錢嘛係啊？嘿，因為青島嘅詳細書，據說按照詳細布頭係嘛？因為我哋詳細布頭啦，以前路夾起來啦，夾起來名稱啦。哦。70多年、80多年、100年前㗎嗬。嗰度詳細書用嘛咗搣到嚟石貨攤啦，如果有石貨攤都一下有石台要嘛，而家已經上亞視咧啊，全部上亞視，冇有石貨攤。啊，你啊冷行嘅啊嗬，嗰片兩邊人有嘅小貨攤嘛，個樣子講嘛，咁啊有啊，我一度7、8歲都識騎過書嘅啊，都睇到20、30都冇。那20、30都冇小貨攤嚟啦。哦，哇，這按舊以前的事情呢，哈，應該也沒經歷過那個時代，哈。望阿公爭窯。阿公養窯。阿公爭窯。真勁呢，其他個還有個有關。係。哇，我吃到啊，吼，個老條擺嘅人啊，吼，一斤呢，你看啦，行路啊，吼，來吃鮮呢，哦，啊，我這個片行上來的時間，路輕點，啊，我連兩片行過來，路都平平嘅。嗰時要行3條路嚟直線路嘅。好，上去看一下嘛。好。因為走線啊，吼，這矮子架上去嘅，你下太架上去。好啊。你做嚟小嘅呀，你吼。本上是普通嚟講喺南行里莊啦。冇錯啊。做起來啦。好，上去蛋糕，跳下來去。上市布托係南行里長黎運良向上級申請經費，喺民國101年興建完成嘅。布托係利用早期嘅古托嘅部分路線，重新整理和拓寬將完成嘅，全長3.5公里。天時好嘅時節，第3檔嘅涼亭檔巷，做得看到18國家公園嘅山峰呢。好，上市古托嘅體驗呢，就到呢嚟結束了。因為遊客啊，係為到過2日舉行嘅東方美人茶比賽嚟做準備，故所呢，佢先離開嘅。下來嘅主角就問陳阿爸嚟做了。觀眾朋友，逢山必有客，逢客必有茶，有好是茶。來到陳健康，來聽江山江田，哪一片江啊？永和山。講到呢片啊，我哋觀眾朋友唔知我哋哪兩看，同啲手榴彈啊，你還要做乜嘢？
要那柠檬茶，又好是茶提神的柠檬茶。哦，柠檬茶，我做点哪一扎起来看一下嘛。做的。哦，看到没有？看到吗？条件看到个进入个手榴弹的这料渣。T 3台专来研发，也骗人买的东西。哦。那有嘛个正确的名字嘛？嘛个名？风韵柠檬茶。风韵柠檬茶。意思讲，说的呀，柠檬茶也不会挡风，因为挡风。你只系爱青好事诶。大哥，你下爱素蛋糕拿的，然后那底部有茶蜜啊。吃多了青葱个酸甘茶个做法哦。做法是差唔多，但是柠檬跟杜芳的个茶无共样。哦，杜芳的茶嘛无共样哦。茶无共样。因讲个副条干啊，酸甘茶个标嘛个茶你嘛？个标乌龙茶。那你柠檬酸甘茶，那柠檬底部嘛个茶蜜？红茶。呀，做嘛讲呢？红润柠檬茶，除了用红茶都杜芳，但是也还有配用特殊的皮料种的那料，种的本人地。一泡出来味道哈，吃多了人冇同啊，一下苗栗烟来讲冇人做一种产品，做下来也被专门要当研究的当开发的。也就係遙看進行過後最重要嘅代表作，也就係檸檬酸甘茶。其實呢，就係用客家人嘅酸甘茶嚟做基礎，發揮創意所改良嘅。當初記到本陽新聞都會上。傳統嘅酸甘茶用葡萄乾嚟製作，咁樣檸檬咪應該做得啦，就咁樣嚟生產嚟新嘅產品。為咗愛做檸檬酸甘茶，陳福呢講究啊，連檸檬都自家嚟種了。你愛拔的哦，來料片。檸檬啊，要檸。你看，檸檬按太，哦，還有刺誒，哈，有內的哦。有內咯，我衝你咯。觀眾朋友，大家看一下，大家平常時還能看到嘅檸檬的大小。太細這樣有，兩下呢？你看陳太狗皮膚卡，旁邊你看不用看那邊，有青蔥巴的嘛？青蔥巴的。好，那看起來，陳太狗你會用巴的做巴的茶哦？唔係啦，貴良嘅，也貴良啊，有夾過啊哈？有夾過嘅啊。哦，觀眾朋友，給每一個人做個檸檬酸甘茶，原料只用這2顆，你說好不好？好啊哈，清火按太呢，我冇看過。從面按太了不？你從個那個這個鹹蛋超人啊，那個木竹啊，有鹹蛋超人。幹，我係個檸檬茶超人。呢啲人呢，去老太家講嘅秘密，其實一條檸檬啊，係蠻熟。唔過啊，因為前一批檸檬酸甘茶嘅製作，我已經出也冇咁多。故所陳阿爸呢，當摘嘅2粒嚟做示範，而個呢係佢寶貝來嘅驕傲哦。陳大哥，你下下愛準備好咧，你準備好嘛？好咧，好咧哦。小弟家下等伊摘嘅檸檬水也摘哈，等下下做現場嚟做本看哈，也其他也順行嘅兩隻，也摘出嚟牙虎苗，哦，佢順行佢摘出嚟牙線橋，也請村長嚟講法。好。大家好哈，我係咱們用我村的村長哈黃謝爺哈，我家來入邊也係是今日村長，家來也已經第3屆的村長。哦，麻煩還是就來是不？介紹。好，來下一位。大家好，我是李依晨，我是第3代客家的媳婦。那嫁到这里来，我很开心，也很幸福，因为我可以把这个好东西传承给让大家全世界的人看到。对，那现在呢，再请我爸爸来介绍一下这个红韵柠檬茶是怎么做成的。哦，然后陈太哥用杯啊，后了茶哦，我们做红韵柠檬茶。哦呀，紅韻檸檬茶。嗱，一種檸檬，嗰度放係紅茶。等下我就嚟做本看。還有個，哦喲，村長要將來拿一下，有冇？哇，那土地糟呢，曬到腐腐誒。村長用杯按用邊都腐腐。呀，迄經過迄9蒸9曬，所以顏色會慢慢的充盈乾燥啊。先請你喝一杯，試試看呢。呀，茶吼淋到好杯啊，吼，迄個酸甘，真正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啊，好杯啊，吼，這個三馬帶下，哦，叫佢慢慢照出來。還有咧，而家啉的時節啊，個酸啊，吼，唔係講個
死酸的，个酸是做得接受的范围，还有呢，吃到啊吼，对胃肠应该有清好嘛，系嘛，宜晨 ？Yes。This is what we call is a very natural lemon black iced tea. 酸甘茶直接做。酸甘茶茶叶蛋。哦，伊啊无香港天王多奶呢，伊说起来唔好有爆气，唔好讲爆气，说来要奶块，也完全唔爱。哦，也以上人用爱好来煮。不乱啊，也按摩。摸一下，按摩一下就角度就强强。唔是烤。有冇烤皮啊？按摩。用做你用烤的，按摩按摩。按摩一下就。哦，有嘛，按摩。也说了没有新鲜的啊，cái蛋黄哦，伊都有茶个爽感的味道。有咁樣冇？有冇？雖然咩唔會講啊包鬼啊。你咩时节啊？个酸啊吼，唔系讲个死酸的，个酸是做得接受的范围。还有呢，吃到啊吼，对胃肠应该有清好嘛，系嘛，宜晨 ？Yes. This is what we call is a very natural lemon black iced tea. It's very good for your throat, okay? Because and when you drink it, you can actually taste a little bit sweet in the tea. Yes. And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tea? After I drink this red lemon tea, I feel my stomach very well because I think the liquid with the tea can help you digestion. Yes, can help your digestion. And on the website, and I find some information. They say the black tea can make your blood pressure low. Is that true?哎呀 ，Ladies and gentlemen, very good 嘿嘿，样板大家都讲英文咯，哈哈。原来有空嘅伴娘宜晨啊，头摆喺外商公司工作，故说英文啊十分嘅沙皮哟。佢讲呢，加入直播过后啊，才发现到原来客家人有很多传统嘅好东西，打赏唔会行少，呵呵，实在太老实了。Well, how we use this? We put lemon black tea inside this lemon, and we have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2 to 3 months. And you can see this big lemon and this small lemon. And now we will teach you how we make this. 哇塞，你讲得很好哎，冇错。你下呢，我来做茶的嘛，有办法做嘛？有。懂点嘛有，俺哋那8个柠檬同你准备好嘞。第一步做嘛该？也先开啊栽，也空先来开来。做一个柠檬纯甘茶呢，第一步就会留底部嘅肉完全嘅白脱，第二下正好留茶叶接落去。呢种柠檬嘅品种啊，係宜晨留要看研發嘅肉清少、皮清盤，最適合嚟做柠檬純甘茶料。酸甘茶它制作过程非常的困难，是导致现在很少年轻人会想要回来做。真的。对，当然柠檬它也是很难呐，但是在推广上的话反而比较容易。那它喝的滋味呢，也会比较让年轻人能接受。是。对，所以我们才回来才发明这个。哦。对。了解。对，那像我公公现在做的就是把里面的果肉挖出来。对，那果肉的话，待会挖出来的话，它会跟茶末一起混合。对。大家觉得筛茶叶这东西很简单，对。可是难是难在你要把它挤压。你把它的四面都要挤压的平均。OK。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它在真空晒的时候，它会缩起来。那如果你没有把它做的很饱满、很结实的话，它就会一个坑洞一个坑洞的。对，就不漂亮了。对，所以变成这个是要很用力的去挤它。是。对，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大坨柠檬？我们用一般柠檬不行。因为这样子挤压的时候很容易破掉一般的柠檬，它皮太薄了。对，真的。好，小队要问了。宜晨的顺风不是提倡，天出爱接必贴，喺冇做出来嘅柠檬纯甘茶，就会将橄榄球控用乱里马加无。那这样还是太轻了，要用力。这样子啊，这么用力。平常我们都是用铁锤把它挤爆的。对，要那样子的力道才有办法。这样子，所以其实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这样才是对的。从下
哈干人种糍粑的。种糍粑按太力了，哦，不用查哦，还挑前挑10分。哎呀，你看他大拇指做的用出力，轻多地乖哦。小弟唔要挑10分啦，拿煮泡来把磨石包。像一个职业工作，十分嘅辛苦又多工，韩国完全无法度用机器来代替。记得呢，从头接几年的过后啊，树骨又酸又软，根本啊无力了。清炸哦，清炸啦，清炸啊！接下来做乜嘢？也做起来比大毛诶，搞落也你了浸落去，哦，也将叶顺啷来接落去哈，接到厨房去。真难接呢。哎呦，我又可以啊，接落去。哦，真好嘞！哎呦，加眼看一下，哇塞，全部塞到里面了，记到底部还等一下哦，你看一只细细啊摸诶哈，那这些完成品呢？哎，蛮好，产了。行了哟。啊，就做配。啊，也中国嘅变橄榄球啊。无安尼吼，救真救灾哦，我也会做睇。嘿哦。哦，哎呀。哦，也就做好了哈。摸就好了。你啊哈，按用轻下去就轻十步啊，救真救灾以前还有以后啊哈，转变替台嘅一只茶。有冇按太亮，变到按细亮，有冇底部你看？哎，伊做好嘅态势真见差真多哦。以前讲呢，做好嘅内网纯甘茶按耐冰，而适的时间将佢捞起烤面，再拿去泡就做得了。目前市场嘅接受度呢挺高，韩国吉普卡嘅内网纯甘茶因为挺有特色，也还没变做黑味地，接起来复合嘅重点产业无。像你看，你原本是在台北生活的，对不对？那一定就是非常便利啊，然后工作也是很忙，对不对？有固定的收入。但是你当初回来帮忙的时候，那个时候转变应该是非常辛苦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段？其实我觉得不算是一种辛苦因为其实台北的有时候的便利性，有时候对我而言呐，或者总是一种压力。是。对，因为大家反而都觉得太忙碌了。你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对。那回到乡下，虽然事情也很多，可是忙的时候，你却是有一种成就感。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不是像说你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对，那个是一种心灵上的提升啊，我觉得。那一个物质上的便不便利，我觉得那是一种可以去解决的。对，不一定是说住山上不便利就是不好的。对我自己都觉得山上反而会比都市好。是，对，所以我才会回来。了解，对。所以那整个生活形态应该是说完全改变了一个生活状态，是完全大改变。对，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平常就是来山上啊，然后看看茶园啊，做自己的事情啊，做一些行销工作啊，其实这样对我来说一天就很足够了。对啊，对，反而过得更踏实。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对话下来，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你那时候的勇气。对啊。对不对？对，也是因为公公婆婆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们。有支持嘛？有嘛？你想讲永远传承同条，啊你哦也一6年实在还副长来，还有哦都做后盾啊，条路做好，啊你还天数都差唔多嘢，啊两我无得表面，两我无即个样。哦，今年有。啊，现转来啊，你当然同欢喜啊，不过啊你还剩下的天数比起啊，哦生意做。较长着的吼，好买啊！安尼银行也着还有人天数宣传，讲遐后山运动很做很赚啦，难得。所以大家还有天数。你啊看到鸦片啊吼，我希望啊吼，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后山人啊吼，做得呢好一下给宜城的勇气，因为呢改变生活其实不会很难，你只要呢就是改变自己的心境之后呢。可以呢，赶快回来我们的乡下啊，或者是我们帮助家里呢，把一些那个重要的文化啊传承下去，对不对？当年宜城老游看比台北都算係高收入嘅，而放下一切轉到故鄉來，面對唔同嘅未來，實在需要千大嘅勇氣。我哋也2-3年嘅打拼，總算有成果嘅。也宜城未利用自家嘅語言嘅優勢，將內網純甘茶行銷到國外，撒下來嘅重點。記得天天還喺推廣另外一個內網純甘茶嘅料理哦。好，都轉來了，你看純甘茶，你下變多用版呢？你看帶下，噔噔，檸檬酸甘茶就是我們的檸檬紅茶，曬了以後變暗湧，早起以後是變暗湧
啊，走出以后呢，会变用板用诶。炖鸡汤。哎呦喂啊！哎喏，做的炖鸡汤啊。有哦，同好食咯，那是一碗哦。当然可以试一下。哦，我添一碗不会食啊。哦。就提供亚米又加米碗的哈。嗯。一直想说，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好东西以好朋友分享。嗯。然后我们到我们这边来哈。嗯。同此不来。我们是神秘里面哈米，咱家米头一样啊。真紧动好食。真紧好食系嘛？我好容易讲，真紧好食。也这家鸡的，佮有机的，唔是假，全部天然这家做的东西。嗯。我做你淋的嘞，腌米头嘞。哦，腌米头真紧无香香的，有里面时节吼，有吃到有点点个柴米头的，真紧有含油啊吼，有一阵清晨的个橙的味道，跟马干米头啊，橙香味。当年就有做啦，所以啊，我用30年的来做，来炖鸡。我想下摆就想思考来讲，自家做的东西用啊米头。嗯。如果炖出来米头。鸡的下个松干茶落去，鸡安尼向下冰落去炖，唔要油腻。所以鸡的动真回甘。然后我就冰掉枸杞，红枣落去，然后向下熬。所以说这个味道好吗？真好哩。因为你头前有讲过，如果俺能冰个茶，冰到个同的底度啊个鸡油、鸡油啊淋起来唔会烫油啊。因为松干茶是酸，其还足香，所以自然唔会油腻。哦，要油我就嚼开。嚼开。真劲啊！来切片。切片啊，因为茶要卷性的。忙40个啊。只要来牙工厂的嘛，牙会炖本身又来牙工厂上来，所以讲牙搭来再按的米头。酸干茶直接做。酸干茶茶叶蛋。哦，伊啊无香香气旺到来呢，伊说起来唔会有爆气，唔好讲爆气，说来要内块，也完全唔爱。也以上人用爱我来煮。不乱哦，慢爆。按摩。摸一下。按摩一下，其实好多都香香的。不是烤。也冇烤，也用按摩。用摸，真系用烤的按摩。用按摩。按摩一下夾。哦，有嘛，你看按摩。也生了没有？Hello everyone, this is the special egg we call tea egg. In Chinese, it's called 茶叶蛋. Yep. And then the tea leaf is so different. We made it by the 酸干茶. 酸干茶 is a kind of Taiwan tea, and the taste is very sour. 故说呢，那茶叶蛋呢，酸干茶做的，这还是吃。吃蛋嘛，伊都有茶，有个酸干的米头。有香香嘛？有香香嘛？所以内面唔会讲爱包块安尼，只个跟米头落去唔会，上加米头啊加酸嘛，开始落去唔会感觉冻爆肚，如果还难，唔会啊，我种品种是乱啊。乱，很好吃哎。身为客家嘅新球，而成最大嘅信念就是爱传承客家嘅文化，绝对唔会再青菜讲就好，听说要用实际嘅行动。韩国有个时节讲文化向冲嘅，佢哋利用后生人嘅创意，攞传统嘅文化融入生活地位，喺无形之中呢，本大家嚟接受，本大家中意，亦真係佢兩公婆轉向過後，知道最有成就感嘅事情。希望大家看睇今日嘅節目，你做得進一步嚟了解跟客家嘅念想。中國教到前，下一拜再見了。